我係嚟自怡保嘅劉美清。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人人都需要嘅產品。疫情後，相信大家都識得去保健。何為保健呢？啱啦，就係保住自己嘅健康。而我今日呢一個保健嘅產品呢，佢簡單得嚟又獨特，獨特得嚟又高科技，高科技得嚟又容易操作。究竟係咩東東呢？噔噔，就係呢一張 Hear Me 頻譜富電位健康床墊啦。點解我講人人都需要佢呢？好簡單，因為人人都需要瞓覺嘅，係咪？而我本身真係非常之中意呢一張床墊嘅，因為佢每一晚都可以俾我一個深度嘅睡眠，令到我每一日都可以神采飛揚嘅狀態去工作，唔使羨慕我㗎，因為你都可以嘅。其實8年前嘅我係一個全身帶住亞健康問題嘅人，我從事美容行業大概20幾年啦。由於工作嘅關係，日日都要彎住嘅腰同客人洗面、按摩、化妝，仲要加埋一對4寸高嘅高踭鞋。咁長期落去呢，你話我條腰點會唔酸、唔痛、唔移位呢？仲有個坐骨神經發作起嚟呢，真係攞命。由臀部一路掹到去腳踭，真係單腳都痛啊！咁醫生就出警告，要我最少半年唔可以着高踭鞋，比較脊椎休養下。冇辦法啦，就開始請美容師啦。唉，正所謂力不到不為財，手作嘅嘢就係咁。有冇聽過做死自己恨死隔離呢？就係咁啦。咁唯有就頂硬上啦。以為可以頂得到啊？唔得咯！我肩膊位呢度呢，仲中埋骨刺添。哇！真係好多次啊，瞓到半夜都痛到醒啊！當時真係好無奈，好無助，而且我又時常唔定時食飯，搞到個腸胃好差，成日胃脹風，再加埋嚴重嘅便秘。當時我嘅面呢就開始出無論大粒細粒毛頭瘡，同埋再加埋一個蝴蝶斑啊！所以我日日都需要食好大量嘅纖維嚟解決呢一個問題。但係咧，效果只係見到少少啫。不過我好幸運，我嘅好朋友 Fion 介紹我 Hear Me 俾我，我真係好感恩我呢個好朋友 Fion 加入呢一個大家庭。我由開始着頻譜儀，直至到2019年馬來西亞正式發布呢一個床墊，我就開始瞓到而家啦。今日嘅我已經同以前所有亞健康問題say goodbye咗啦，尤其是我咁嚴重便秘嘅人，而家日日都可以順順利利啦，甚至連一粒飯包都唔需要食咗。有好幾次因為貪食，我嘅胃又嚟同我搞對抗議啦，搞到我咧錯又唔係，企又唔係，就係呢一張床墊，我就馬上趴上去瞓，大概20至30分鐘。就開始噗放風啦，真係舒服晒。而我嘅脊椎、骨刺、坐骨神經等等嘅問題咧，全部都得到好好嘅改善。感恩公司今年俾我去咗3次嘅旅行，而呢3次嘅旅行咧，食得、行得、瞓得、屙得，你話得唔得咧？因為呢床墊真係醫治棒，唔單止我自己得益，包括我嘅親人、朋友、伙伴都得到健康。Hear Me 頻譜富電位健康床墊，佢嘅獨特，具有冬暖夏涼嘅設備，所有的高科技功能，馬來西亞絲鏈認證等等。每一晚只係撳一下呢個遙控，用瞓覺嘅時間嚟調理自己嘅身體，係咪好容易呢？朋友們，你嘅人生你作主，但係你嘅健康更加要關注。好啦，今日我仲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拜拜。